各位聽眾好，歡迎嚟到暗夜檔案室。去泰國芭提雅，唔少人都鍾意入住海邊嘅 resort， 獨立設計，開門就係泳池，環境又舒服，又有度假嘅感覺。但你知唔知歷史比較耐嘅 resort， 深夜每當海浪聲響起嘅時候，某啲獨立屋真係非常熱鬧。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暗夜檔案係幾年前一位港男叫阿明同佢女朋友去芭提雅玩嘅親身經歷。嗰次佢哋去芭提雅玩4日3夜，特意訂咗一間位於近海邊嘅度假村。check in 嘅時候，前台職員將佢哋安排咗離大堂最遠、最偏僻嘅一個位置，號碼係101號房嘅 villa。呢間 villa 嘅私隱性非常高，門口啱啱對住咗一個細嘅泳池。雖然位置係有啲偏僻，但係勝在夠私隱，環境安靜。阿明同佢女朋友第一日都玩得非常開心，夜晚仲去完夜市按摩，大約凌晨1點鐘先返到入房。嚟到大約凌晨2點半，窗出邊傳來陣陣嘅海浪聲。喺半夢半醒之間，阿明突然聽到露台門口傳嚟一種非常奇怪嘅聲音。嗰一種聲音聽起嚟好似有人啱啱喺泳池爬上嚟，成身濕晒，嗰啲水不斷從喺個身度滴落個木板上面嗰種聲音。阿明擘大眼，以為女朋友去咗露台食煙，但佢轉頭一望，女朋友明明就瞓咗喺自己身邊，瞓到隻豬咁。咁喺露台嗰個究竟係邊個？阿明連氣都唔夠膽唞。透過落地玻璃嘅薄薄窗簾望出邊，resort 嘅泳池燈已經熄咗，出邊漆黑一片，只有微弱嘅月亮光。就喺呢個時候，嗰啲滴水聲突然開始移動，嗰啲聲由露台邊極度慢慢地咁滴到去玻璃門前，最後係停咗喺玻璃前面。阿明當時真係好驚，完全都唔夠膽喐。跟住塊落地玻璃傳嚟咗一啲聲音，嗰種聲就好似有人用濕嘅手喺玻璃上面慢慢滑，嗰種聲音好似喺玻璃度寫字嗰種聲音。阿明好驚，慢慢咁起身，慢慢咁行到去窗旁邊，拉開咗一條細嘅罅縫，望出邊。阿明發現出邊係冇人，泳池嘅水面靜到好似塊鏡咁。就喺呢時候，阿明準備鬆一口氣嗰一刻，佢突然留意到落地玻璃嘅出邊竟然印咗一個好大好大嘅水印嘅手掌印。嗰個手掌印你會見到有啲水珠慢慢咁滴落去，向下滴。咁係證明咗乜嘢啊？即係個手印係啱啱印落去嘅。跟住玻璃窗出邊
傳來一陣極度沉悶，好似喺水入邊發出聲音，係女仔嚟嘅。隔住個玻璃，阿明聽到耳邊喺度講：翠對，翠對。阿明當時徹底已經嚇到傻咗，佢即刻轉身拉起女朋友，連行李都唔攞，一口氣就衝咗出去 Villa， 一直跑到去大堂。當嚟到大堂之後，職員見到佢哋咁驚，全身又震晒咁，問佢哋發生咩事，有冇嘢要幫忙。由於阿明嗰啲英文唔係咁好，所以亦都唔想再同職員講咁多嘢，攬住個女朋友就喺大堂坐天光。當阿明上網查呢間酒店嘅歷史，原來曾經有一位遊客飲醉酒跌咗落泳池，咁就冇咗條命啦。跟住阿明上網去揾吹堆吹堆嘅意思，佢仲驚，原來係救命咁解啊！等到個天一光，阿明就即刻 check out。離開前，職員仲同佢講：你下次入住，我免費 upgrade 俾你哋啊！阿明心諗：我一定唔會再嚟咯。各位聽眾，下次你去芭提雅或者東南亞嘅海邊度假村，如果深夜喺露台傳嚟滴水嘅聲音，千祈唔好拉開窗簾去八卦。今日嘅暗夜檔案嚟到呢度，如果你哋鍾意呢一集嘅故事，記得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哋下一集暗夜檔案再見。